太有，或者是嘛，中国有时生用呢，没分别了就。Okay. Yeah.
个节目，小雷香，我准备因为要是放学呗，有种搞的，那个泡面大概泡面不要。我那个在国外有做，有做一盆的，那嘞，那现在一做炒肉做嘛就，那过后嘛，那么啦，他们嘛那么嘞，他们嘛那么嘞，过后那么。那你们这边？